你現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，呢個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嘅話語同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我哋常以為只要精心準備，用知識同經驗裝備好自己，一切就盡喺我哋嘅掌握中。然而，當發生意外嘅時候，我哋所有嘅計劃都化為泡影，所有嘅知識瞬間變得毫無意義。我哋常自信地認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，但事實上我哋完全無能為力。嗰陣時，我哋先至意識到最重要嘅事情，只有上帝所賜嘅智慧，才能幫助我哋走喺人生嘅道路上。今日2025年10月15日，每日靈修節目，請各位聽眾與 Maria Stryker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尋求智慧。所以求你賜給我智慧，可以判斷你的民，能辨別是非，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？列王記上3章9節。我最喜歡用自己嘅方式嚟做事，喜歡當領導，喜歡做出決定。我相信我個決定係正確，因為我好努力學習，閱讀好多書本，仲有好多實際嘅經驗。因此，我腦海裏有好多想要實現嘅計劃同想法。對我嚟講，成為父母都唔例外。我以為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，但當孩子出世時，所謂嘅產後危機突然襲嚟，我曾經好自信嘅所有知識同經驗都突然消失了。我經歷咗無數嘅失眠之夜，當頭腦逐漸清醒時，我先至意識到一個真相：我根本無法掌控任何事情。我哋夫妻愛嘅結晶，只有3.6公斤嘅小小寶貝先至係真正嘅主人。於是，一切都同最初嘅計劃相反。可能你嘅故事冇嬰兒嘅哭聲，痛徹夜難眠，但肯定都會經歷過唔如意嘅事情。雖喺唔同嘅環境，但我哋必須承認自己無法掌控人生。正係呢啲轉折點，我哋先至意識到，無論我哋準備係幾咁嘅充分，人嘅計劃可能亦都會超乎意料嘅改變。這係上帝提醒我哋要相信佢嘅智慧，而唔係自己嘅力量嘅時候。當我哋面對試煉，有時候我哋會做出一啲從未想過嘅決定。喺呢個情況下，我哋嘅自我常使我哋保持某種程度嘅控制。但正因為呢啲時候，上帝呼召我哋要謙卑落嚟，將所有嘅計劃都交俾佢，完全依靠佢。當我哋首先尋求上帝嘅智慧時，我哋就會放下自己自以為是嘅想法，留空間俾上帝即將啟示更偉大、更奇妙嘅計劃。最近，我一直思考所羅門王，佢本可以向上帝祈求任何嘅事情，但佢選擇祈求智慧同明辨事理的心。列王記上3章9節。所羅門明白，要成為一位真正嘅領導者，無論係一個國家、一個家庭嘅領導，或係簡單只係做出人生嘅一啲決定，人都唔可以依靠自己嘅力量，必須依靠上帝嘅智慧。如果我哋真係想喺生活上同思考上榮耀上帝，就必須學會首先要尋求從上帝而嚟嘅智慧，使我哋嘅生命完全順服上帝嘅旨意。箴言3章5到6節提醒我哋，
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這就係上帝呼召我哋喺生活各個層面同階段要持守嘅態度。成為母親後，我每日祈求上帝，請賜給我一顆尋求你嘅心勝於一切，求賜俾我唔好憑着自己嘅知識，而要憑着你神聖嘅引領嚟教導孩子。願我對孩子嘅教導同關懷反映出對你嘅信服。願我永遠記得真正嘅智慧並唔係嚟自我嘅知識，而係嚟自尋求嗰位掌握所有答案嘅上帝。我哋一齊嚟祈禱。上帝啊，求你賜俾我智慧，能明白你嘅旨意。求你提醒我，冇要憑自己嘅聰明而活，而係要依靠你永恆嘅智慧。願我每日所做出嘅決定都反映出對你嘅信服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人生總會有意想唔到嘅事情發生。但上帝永恆嘅智慧會幫助我哋堅強地面對一切。當我哋懂得謙卑，放下自己有限嘅知識嚟尋求上帝嘅旨意時，我哋就能體驗到上帝屬天嘅指引。與其努力掌舵，不如將生命交俾嗰位掌握一切答案嘅上帝，讓佢喺我哋嘅生命中寫下永恆平安嘅新篇章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繼續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於主耶穌，或者你有任何嘅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留言或電郵至 chiash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期待與你聯繫。